咱来看到花莲，这国民党立委布坤奇第天在今下晡举行光复乡邦山潭受灾区重建座谈会，场外有灾民伫抗议，即期讲这会期无通知到所有受灾户，想要入去，阁去互阻挡伫外口，伫场外就发生两界冲突。花莲县议会议长呢就冲入去踢倒啊。布坤奇就批评讲，这就是暴力行为。啊，那受灾户这拢是表示讲呢，灾后到呾拢无交通工具，厝内面重要家电也拢无送到位。即期这灾后复建内容是无透明的。不过，县政府是回应讲，中央前线协调所完成阶段性任务了后，今日启动光复乡灾后复原重建中心，受理灾民各种的服务申请。去普陀今日活动中心，花莲县议会议长丁俊将会议桌踢倒，甲国民党立委布坤奇冤家。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场可以被捣乱成这个样子，而且用暴力？今天大家看到什么叫暴力？从头到尾完全没有作为，他们就不敢面对这些灾民，他只会找几个人，找几个就村长代表，然后摸摸头，事情就解决了。双方一股来一股去，场面混乱，交叉进前，场外也发生两摆冲突。上摆花莲县光复乡受灾居民自7下晡到大华活动中心，部分内底开的光复乡邦山河受灾区重建座谈会，无通知所有受灾户，也指其这是闭门会议，无法度代表所有人的心声。灾民控诉灾后到即马无交通工具，厝内底重要家电无到位。无法度正常生活，有人质疑科托市中计处选址无符合部落需求，要求全部进场表达心声，煞被拒绝伫外口。冰箱、洗衣机都没有，以向大的先发给我们使用，这是最重要的。你们所有的高官全部坐在里面，我们可以进去吗？他也没有说让我们进来啊。所谓的灾民都完全不能去参与，连旁听都不行。布坤奇强调，会场有一步也无拜托政府人，针对受灾居民即期灾后复建内容无透明。县府强调，支持中央前线协调所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后，第日起启动光复乡灾后复原重建中心，协助整合灾后重建阶段居民需要的补助文件，甲各项申请服务，希望互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